今次我哋流星者計劃咧有10隊嘅提案隊伍，街坊們嘅支持咧，將會係呢一班提案隊伍嘅青年咧，是否可以得到提案資助去實踐佢哋嘅社區提案嘅一個關鍵嘅因素。大家好，我係 Sky， 咁我個提案主題就係團團轉青年探索新活力。咁我就會同佢哋一齊啦，去體驗唔同嘅藝術啦、運動啦，亦都去帶佢哋去唔同嘅地方去體驗一啲歷史文化啦，同埋一啲店鋪去體驗人情味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Ringla， 咁我個提案名就係叫做百變小店。我希望可以透過一啲軟件記錄返小店嘅故事，保留住香港人本身有嘅傳統回憶。大家好，我係 Isaac， 我哋嘅提案係流動的東東。我係想喺屯門區發掘屬於大家嘅地方，一齊諗下可以搞咩東東。其實我係發現屯門有好多空間都冇好好被善用。今次我哋就透過畫畫嘅方法，想問下各位街坊，到底我哋可以屯門搞咩東東呢？Hello， 我叫 Cindy， 我嘅提案名叫做星躍。我希望透過呢個提案，可以喺各區裏邊設立一個流動嘅心靈充電站，為香港人帶嚟內心嘅力量，揾翻屬於自己靈魂同埋內心嘅能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Timmy， 我嘅社區提案係垃圾界逆尖。個計劃係希望大家可以停一停，諗一諗點樣令到個社區更加整潔、更加靚。Hello， 我係嚟自嶺南大學嘅 Roman。我哋流星者計劃嘅主題係親愛的那不是愛情，係想通過呢個劇本殺咧，去讓市民去了解到呢個異性好朋友其實都存在呢個界限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Billy， 我嘅提案名稱叫做街市遊樂園。透過呢個計劃，我希望令到更多嘅人可以體驗到去到街市買嘢嘅樂趣，令到街市買嘢呢一個文化咧得以傳承落去。大家好，我係 Samson， 我哋嘅 project 叫做流星奇遇。我哋希望喺呢一個生活急促嘅香港入面，俾街坊可以用少少時間喺我哋嘅街站，用小手工嘅方式去留低一啲鼓勵自己、鼓勵他人嘅説話，為呢個香港社會注入更多嘅正能量。2月22號，2月22號，2月22號，聽見我哋聲音，一齊投票做評審。